掌握有線新聞。有線電視新聞台。本港多9宗本地確診，4個人同茶餐廳有關，另外5宗未知源頭。專家認為要收緊翻防。軟件暫停處理港府索取用戶數據嘅要求，短片平台抖音、TikTok 就退出香港市場。大家好，歡迎嚟到新聞最前線，我係黃春薇，我係張淑嫻。本港新型肺炎疫情出現第3波爆發，單日增加14宗確診，包括咗9宗本地感染，最少3宗同賓記粥麵有關，並且牽連出佐敦另一個茶餐廳群組，亦都有學生確診。至於5宗個案就未知道源頭，包括醫管局一個資訊科技部員工，慈雲新一間護老中心就出現首宗確診。專家認為防疫措施要收緊。先由陳志永報道新一波疫情嘅群組感染。本身已經有2個員工確診嘅平石賓記粥麵美食，再多3個人有關。一個28歲男人上個月30號同上個禮拜4幫襯過，冇病徵，但係自己去咗私家醫生留樣本，最後陽性。另一個58歲男的士司機住喺彩輝邨，去過賓記。佢之前亦都帶過呢間餐廳嘅食物俾14歲嘅仔，佢冇去過餐廳都確診。賓記群組牽連到另一個茶餐廳群組，個的士司機曾經車過68歲嘅佐敦新發茶餐廳侍應，佢哋本身係朋友，車咗成個星期。佢有長期病患，星期一因為氣喘去到聯合醫院急症室求醫，最後確診。另一個的士司機上個星期4、5都去過新發茶餐廳，而家初步確診。剩低個5宗就未揾到源頭。一個40歲醫管局總部嘅資訊科技員工住喺禾輋德和樓，上個星期5去過迪士尼同樂園嘅酒店，第2日唔舒服，去私家醫生留樣本。上個星期4最後1日返工，同事冇一齊食飯。中心話冇密切接觸者。佢仲去過沙田新城市、尖沙咀同迪欣湖。都住喺禾輋邨嘅，仲有一個住喺美和樓嘅42歲廚師，喺石門京瑞廣場1期蜂窩做嘢。星期一最後1日返工，佢太太仔女都唔舒服入院。同係沙田區水泉澳村明泉樓一個66歲女人去私家醫生照胸肺電腦掃描，星期一留樣本發現陽性。佢前1、2日去過大圍同新城市。屯門一個29歲教琴老師都確診，佢住兆龍苑，去過唔同地方教琴。當本港疫情以為暫時緩和之際，再次爆發。即係你如果係形容為第3波咁，都可以係咁講嘅。一有放假嘅時候，我哋問翻啲病人呢，咁佢都係去過好多度地方食飯啊、見朋友啊、去街啊玩，咁呢個都即係。都可以理解嘅，咁但係因為咁樣嘅情況呢，其實就真係好難追蹤啊！咁始終都會有機會有甩漏，即係唔會話真係可以話用呢種方式呢就可以斷咗呢個社區嘅傳播咯。香港都係比較細啦，你淨係話黃大仙失守或者沙田失守呢，就可能都大家都會周圍走噶嘛。咁所以其實你可能講香港失守就差唔多。佢希望市民保持社交距離。有線電視記者陳志穎報導。復課冇幾耐，小學至大專都有個案，學生家長最少4個人確診。衛生防護中心話有確診嘅學校要停課14日，係咪需要全面停課？政府要再考慮，會盡快公佈。洪家星報導。復課個幾月，小學、中學同埋大專都有學生或者家人確診。
黃大仙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中3 B 班嘅學生係曾經到過坪石崩記嘅的士司機個仔。學校向學生發通告，話學校要停課並且徹底消毒校園。有學生就話喺學校逗留咗6個鐘，學校都冇向同學透露係邊一個學生確診。8點半就宣布有人確診咗，跟住就話而家就即時停課翻屋企，跟住點知去到9點幾，佢就放到一批嘅時候，突然間又話全部人要翻上課室，就唔俾放學，好混亂咯。石門蜂窩火鍋店廚師3個仔女分別就讀沙田崇真學校同埋瀝源東華三院鳳凰鳳亭中學，佢哋都有唔舒服，已經送院。40歲醫管局員工嘅女就讀培基小學，爸爸曾經車過個女返學。培基就話佢嘅女讀1年班冇返到學，同班大概30個學生都有上學。學校禮拜3會停課1日做消毒，考試就要延期。另外，元朗光明英來學校嘅通告話有職員嘅家人初步確診，要即時喺屋企隔離。校方安排佢任教嘅班別去到其他課室上堂。中心就話暫時未知係同邊一宗個案有關。有確診個案就一定要停咗14日先啦。但係至於係咪全港停嗰啲，我知道即係呢個都政府就會一籃子嘅措施會再考慮，盡快公佈嘅應該。另一個確診嘅29歲教琴老師，亦都係演藝學院嘅學生。佢自上個月16號起未有返去學院，演藝學院決定即時關閉校園。有學生就即刻執嘢走。淨係知道係音樂學院嘅學生，講下書，收到 email， 收到 memo WhatsApp，咁同學就話而家要疏散。不過衞生防護中心認為呢位學生最近冇返到學校，演藝唔使停課。有線電視記者洪家星報導。護老院係高危地方，有首宗確診，情況令人關注㗎。我哋記者曾永山而家就喺涉事嘅慈雲山護老院外面㗎。嗱 ，Janice 啲院友咧係咪撤走晒咧？依家呢一班院友咧係仲未開始撤走㗎，咁究竟幾時會撤走咧？具體時間暫時都未知道。呢一間安老院咧住咗37個院友，連埋員工40幾個人咧，晏啲係會送到去薄扶林傷健營去檢疫㗎。咁衞生防護中心就話咧，院舍好可能已經出現爆發。衛生防護中心職員着上全套保護衣物，中午入慈雲山港泰護老中心了解。先後有院友懷疑不適，被送上救護車。呢一間安老院嘅85歲女患者，成為本港首宗院舍感染個案。佢星期一發燒同嘔吐，正係喺伊利沙伯醫院留醫，暫時未知感染源頭。患者喺安老院嘅床位有間隔分隔，佢有長期病患，平日唔可以外出。可能都係呢個院舍呢，就係有個爆發啦。員工啊，或者某啲院友佢可以去街嘅。咁佢可能有機會會帶到翻去嗰個院舍嗰度呢，就會有個傳播密室嘅環境啦，或者一個長期相處嘅情況，即係大家好似一家人咁呢，咁個傳播嘅風險呢就會都好大嘅。我哋都係比較擔心嘅。咁而家都係有幾個案，就希望可以即係截斷到啦，但係都有機會係陸續都會發現一啲個案。同一安老院有一個67歲女院友同79歲男院友初步確診，嗰個男院友平時可以外出。衛生防護中心話，安老院喺疫情下唔俾探訪，但可以將食物交俾員工轉交院友。未需要檢疫之前，94歲嘅家屬邱伯伯朝早嚟到，先知道中心出咗事，只能夠咁樣探太太。唔俾我入去，佢又唔出得嚟，話發生咗事喎。我又唔入得，佢又唔出得嚟，就喺隔玻璃咁洗下手啊，就算數啦。安老院10幾個員工同30幾個院友會被送到薄扶林傷健營檢疫。衛生防護中心解釋，安老院地方細，擔心喺呢度檢疫會有傳播風險，有必要將院友撤離。涉事嘅院舍咧，見到係位於地下1層㗎，對出咧都有一條嘅長樓梯。相信咧等人撤走嘅時候咧，都需要唔少人手啊。因為衛生署話咧，安老院舍呢一批嘅院友咧，大多數咧都行唔到路，即係得幾個咧係可以係出街嘅啫。咁所以相信咧，等陣都要唔少人手咧，將佢哋抬上呢條長樓梯之後再送上車。咁我都會喺度留意住嘅情況。好，唔該晒。
衛生防護中心同時宣布加強病毒檢測，聽日起獲豁免檢疫嘅人，即係機組人員同船員，經機場抵港需要強制到亞博收集深喉唾液樣本。政府專家組成員許樹昌話，如果要切斷社區傳播鏈，要有一系列嘅措施，包括停課。大爆發嘅關鍵就係呢啲隱形傳播鏈，就係喺社區出現，咁佢可能去過啲人多擠迫，同啲其他人士係有一個接觸。近排嘅室內係多咗好多人嘅嚇，咁啲食肆亦都冇咗嗰個人數限制。咁即係亦都有可能係有部分人可能即係冇戴口罩啊，食完嘢冇戴口罩傾偈。如果要截斷嗰個社區傳播鏈呢，你一定要有一系列嘅措施，好似3月份咁樣，停課係其中一樣。轉睇下港區國安法下警方執法嘅細則凌晨實施。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否認港區國安法削弱人權自由，又指警方執法細則正係保障人權。佢話因為原本根據國安法執法權力幾乎係絕對㗎。陳慧欣報導。港區國安法實施7日，有人話一國兩制已死，林鄭月娥話啱啱相反，係重新確立香港憲制秩序，鞏固一國兩制。佢又反駁另一個批評，謬誤嘅説法咧，就係呢條法例係非常之嚴苛嚇，嚴苛到咧係削弱或者係漠視晒人權同埋自由。首先事實證明咧，過去1個禮拜你都睇唔到有咩大量嘅恐懼。如果有咧，都係有人喺度製造一啲白色嘅恐怖啦。我哋對於人權同埋自由嘅保障咧，亦都可以反映喺昨晚公布嘅實施細則，咁所以有人話又係擴大咗啲權力，其實就啱啱相反。如果我哋唔寫呢啲實施細則咧，呢啲權力同埋措施差唔多要講係絕對㗎啦。佢強調實施細則由國安委制定，不容司法覆核。委員會往後工作亦都唔會再公開。立法之後，英國宣布計劃俾 BNO 持有人喺當地居留最短6年就可以申請入籍。林鄭月娥話唔明白西方國家點解咁投入。呢個擺明好清楚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內部事項，唔知係咪呢啲叫做slip of the tongue。有一篇文章咧就話做呢啲嘅評論係因為 the rise of China。即係中國嘅崛起 ，BNO 獲得特殊嘅處理，喺回歸之後咧係視為一個旅行證件嚇，咁所以BNO 嘅擁有人咧亦都係可以繼續以中國公民嘅身份去享有回鄉證啊各方面嘅便利啦。咁如果英國係單方面去改變呢啲制度啦，我諗國家都會係認真回應同埋處理啦。外國記者會曾經去信特首，要求承諾記者報導議題不受限，唔會因為報導面對法律風險，同埋有權拒絕提供資料等等。Can you finally give the press a 100% guarantee on that question today? If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r all reporters in Hong Kong can give me a 100% guarantee that they will not commit any offences under this piece of national legislation, then I can do the same. 佢又話：早喺6月3號上京就見副總理韓正，當時條文都未有，領導人已經徵詢佢哋意見，澄清自己並非蒙在鼓裏，咩都唔知。有線電視記者陳慧欣報導。港區國安法警方執法嘅細則凌晨實施，喺緊急同埋特殊情況下，可以秘密監察律師見疑犯，冇手令之下搜屋。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就話係要避免有人逃走或者毀滅證據。黃浩然報導。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同埋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去到立法會出席聯席會議，解釋國安法同埋有關執法嘅實施細則。國安法列明，如果有同本地法律規定唔一致嘅，適用國安法。基本法大定國安法大？如果你講緊國家安全事務適用嘅法律，就係國家安全法，不存在一個你所提到嗰個凌駕唔凌駕，而佢哋係相輔相成嘅。基本法對香港人嘅所有人權同埋自由嘅保障，其實就冇咗㗎咯喎。錯，喺個決定裏邊係有約束力嘅，係會話明係要保障適用依法嘅人權。
國安法列明，連外國人喺外國針對香港犯咗國安法都受管轄。How are you going to enforce it? How are you going to catch these people? 當一個人違法，第一佢有可能再喺香港出現；第二，我哋亦都有一啲互助嘅合作嘅。任何人犯咗法都要負責嘅，睇下幾時你要負呢個法律嘅責任嘅啫。執法細則由國安委制定，即晚刊憲，凌晨實施咗。而家要截聽，由法官審批；國安法下由特首批。去到細則更加容許警務處處長可以作緊急授權。喺有迫切風險會造成重大損害，又或者有十分重要嘅證據，處長口頭批准就得。律師喺法院、監獄、警署等地方見當事人，國安法細則就容許喺特殊情況下，例如有合理理由相信律師有份犯罪，可以秘密監察。細則亦都容許警務處處長如果懷疑網上發布嘅信息違反國安法，得到保安局局長批准之後，可以要求發布人士、平台、服務商移除信息，唔移除會有刑責，係第一次喺香港法律裏面有呢一個安排。其他細則包括喺特殊或者緊急情況下，助理處長級或者以上可以授權警員喺冇手令底下入屋搜證，去申請手令而導致喺行動方面嘅延誤，包括嘅證據已經被毀滅啦，或者所要去拘捕嘅人士呢，可能都逃走咗啊！呢個就係一啲實際嘅情況嘅，特別係如果喺國家安全嗰啲呢。對手可能係一啲好國家級嘅人員嘅，所以行動更加要迅速。今日咧，林鄭講咗一句説話，佢話訂立國安法43條細則，保障人權。難聽過粗口啊！我哋面對嘅係一個基本上係冇法子約束嘅一個法律。郭家麒嘅發言呢，係粗口都不如啊！係嘛？國家去立呢條法律嘅時候，清楚講明人權嘅保障。所以佢咁樣講呢啲説話呢，係誤導市民嘅。有線電視記者黃浩然報導。下一節仲會有國安法相關消息，另外會報導。前年大埔九巴翻側，導致19人死，涉事九巴司機判監14年。一個女人用鐳射筆照射警員嘅眼，襲擊罪判監3個月，佢考慮訴上訴。英國外相藍韜文被問到會唔會因應近日香港事態制裁林鄭月娥，咁佢話會按證據考慮建議。翻嚟新聞最前線，前年大埔公路九巴車禍造成19人死亡，超過60人受傷。涉事九巴司機承認38項誤殺同危駕罪，判監14年，終身停牌。法官指被告好可能被嚇鬧，所以報復，引致災難性嘅後果，唔接受佢求情。譚曉彤報導。2年前2月10號，由沙田馬場載住大批馬迷嘅九巴872號線，沿住大埔公路駛到去大埔美村對開彎位嘅時候，成架翻側，造成19人死亡，超過60人受傷。32歲司機陳浩明承認19項誤殺罪同埋19項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法官李素蘭判刑嘅時候話，黑盒反映被告嘅駕駛態度唔尋常，開車6秒之後，巴士好似袋鼠咁樣跳下跳下，擺下擺下。有乘客話，被告曾經3次煞掣，即使前面冇車都咁樣做。被告駕駛態度急躁，故意高速駕駛。有乘客叫佢唔好揸咁快，但係被告冇反應。呢一種發脾氣嘅情緒同埋行為，非常可能係因為乘客鬧佢遲開車而報復。巴士轉彎嘅時候，時速去到駕車嘅極限75.4公里，車上面嘅提示器有斬燈同埋嗶嗶聲，但係被告故意無視。法官形容被告自私罔顧乘客安全，目的係要令乘客覺得不安，行為唔可以接受。最終嘅結果係災難性，係香港最致命嘅巴士意外之一。唔接受被告求情嘅時候話係一時失去理智，由於認罪扣減1/3嘅刑期，19項誤殺罪判囚14年，另外19項危駕罪判囚4年，同期執行。被告聽判刑嘅時候平靜。家屬同埋傷者離開法院嘅時候冇回應到判決。
法官話：傷者受咗極大痛楚，身體變形，又成日焦慮、發噩夢，甚至唔敢再搭巴士。強調無論刑期嘅長短，都冇辦法令19個死者起死回生，或者係彌補家屬嘅哀痛。有線電視記者譚曉彤報道。一個女人用鐳射筆照射警員眼睛，被裁定襲警罪成，判監禁3個月。裁判官指要向社會帶嚟重要訊息，同埋保障警員安全。被告表示會考慮上訴。陳慧欣報道。舊年8月10號，有人喺尖沙咀示威，28歲被告郭麗芬被指用鐳射筆照向警員眼睛，喺彌敦道同加連威老道交界被捕。佢否認一項襲警罪。案件喺九龍城裁判法院審理，辯方喺庭上話郭麗芬被捕嘅時候手上冇鐳射筆。裁判官陳慧敏就話，警員呈堂另一支比較大嘅鐳射筆，顯然唔符合被告手掌嘅尺寸。警方呈堂嘅並非被告持有。裁定涉案嘅鐳射筆因為場面混亂唔見咗，而被告喺地下掙扎嘅時候手上冒綠色嘅光源，肯定佢當時手持發綠光嘅裝置。辯方又質疑證人喺庭上嘅口供同書面供詞唔一致。陳慧敏就話供詞有分別係常見，證人接受廣泛深入嘅提問，有可能喺庭上喚起更加多記憶，所以接納供詞誠實可靠，裁定被告罪名成立。陳慧敏判刑嘅時候話，警察每日工作要面對唔同危險，對社會作出貢獻，所以要判處阻嚇刑罰，保障警員安全。儘管被告嘅背景符合判社會服務令嘅條件，考慮到案件嚴重程度，要對社會帶嚟重要訊息，判處佢監禁3個月，批准以2萬蚊保釋等候上訴。有線電視記者陳慧欣報道。再睇返國安法嘅相關消息 ，Facebook、Google 等多個社交平台同即時通訊軟件，因應港區國安法實施，暫停處理港府提出索取用戶數據嘅要求。短片平台抖音、TikTok 更加話會退出香港市場。潘耀星報導。暫停向港府提供用戶資料嘅包括 Facebook、WhatsApp、Google 同埋 Twitter。Facebook 同 WhatsApp 話要進一步評估國安法嘅影響，等待人權盡職調查，諮詢人權專家，暫停處理香港執法機構提供用戶數據嘅要求。根據資料，港府舊年提出咗241個要求，係過去7年最高。Facebook 亦都話言論自由係基本人權，支持民眾喺無需擔心人身安全下表達意見嘅權利。至於 Google 就話要繼續檢視國安法條文，暫停港府索取用戶數據。根據資料，港府舊年向 Google 提出咗105次披露用戶資料嘅要求。Twitter 話嚴重關注國安法帶嚟嘅影響，而通訊程式 Telegram 就話理解保護香港用戶私隱重要，從來未同香港當局分享數據。並且話除非國際間就香港問題達成共識，否則唔會處理數據請求。揾工平台 LinkedIn 同埋視像會議程式 Zoom 都暫停處理要求，而通訊程式 Signal 就話從來冇交資料俾香港警方，亦都冇資料可交。短片平台抖音亦都宣布考慮到近期社會事件，佢同國際版 TikTok 幾日內會退出香港市場。有線電視記者潘耀星報導。警務處國家安全處處長劉賜蕙接受央視訪問，表示對任命感到無比光榮，認為港區國安法展示咗中央堅持一國兩制同埋對特區嘅高度信任。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的工作有2方面的體現，令我感到非常深刻。第一，就是展現了中央對一國兩制的堅持。第2方面，展示了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信任，深刻認識到中央對香港的關心和殷切的期盼。警隊借這條港區國安法，賦予的權力保障香港的安全穩定、一國兩制的行穩致遠和國家的領土完整，這個使命是光榮及任重道遠的。英國基於人權問題，對49個人士或組織實施入境同經濟制裁，涉及4個國家，唔包括中國。被問到會唔會因應香港事態制裁特首林鄭月娥嘅時候，外相藍韜文話會仔細考慮各項建議。郭思雅報導。
今次制裁行動係英國自年初脫離歐盟之後，第一次冇同歐盟或者聯合國配合而獨自制裁涉嫌侵犯人權嘅人，即時生效。制裁目標最多人嚟自俄羅斯，被指同揭發當地官員涉嫌欺詐嘅人權律師馬格尼茨基喺扣押期間死亡有關。英國制裁25個俄羅斯人，有當地調查官員，包括直接向俄羅斯總統普京匯報嘅調查委員會主席，仲有相關監獄嘅主管、醫護人員、批准拘控馬格尼茨基嘅法官、漠視拘留待遇投訴嘅檢控人員等等。另一批制裁對象係20個沙特阿拉伯人，涉及華盛頓郵報記者卡舒吉遇害案，包括時任沙特駐伊斯坦布爾總領事奧泰比、多個皇家衛隊隊員，據報負責策劃指導行兇嘅前皇室顧問、毀滅證據嘅法醫等人。喺緬甸涉嫌策劃屠殺羅興亞人嘅國防軍正副總司令亦都被制裁。英國禁止以上47人入境，凍結喺當地嘅資產。另外，仲制裁2個組織，係北韓負責國安同勞改嘅部門。如果有資產喺英國，會被凍結。Those with blood on their hands, the thugs of despots, the henchmen of dictators, will not be free to waltz into this country to buy up property on the King's Road, to do their Christmas shopping in Knightsbridge, or frankly to siphon dirty money through British banks or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藍韜文話會擴大制裁名單，但係拒絕預告下一輪嘅制裁目標。有線電視記者郭思雅報導。下議院開會期間，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圖根達特質疑制裁名單點解未有涵蓋鎮壓新疆少數民族或香港民主派人士嘅中國官員。更加有2黨議員直接提出將與俄列入制裁名單，並提到佢嘅家人持有英國護照。外相藍韜文冇排除，話制裁屬新政策，會繼續檢視，基於證據，仔細考慮各項意見，確保制裁嚴格實施。美國臨時更改學生簽證安排，如果學校復課之後只係安排網上授課，嗰間學校嘅留學生將不獲發簽證，身在美國嘅亦都要離境。美國移民部門發聲明，指針對新型肺炎疫情，如果有中學同大學喺今年秋季復課嘅時候，全部改為網上授課，嗰間學校嘅國際留學生將不獲發學生簽證，即使已經有簽證嘅學生亦都唔會獲批入境。正喺國內嘅呢一類留學生就必須要離開美國，或者轉至仍然有當面授課嘅學校，先至能夠留喺美國。如果發現有留學生拒絕離境，有機會被遣返。休息翻嚟會報導，內地暴雨，長江下游省份水位全部會超出警戒線。咁陣間同中國組記者講下形勢有幾嚴峻。貴州一架載住多個學生嘅大巴衝落水庫，最少21個人死亡。香港籃球代表鄭錦興話：傷患令佢更珍惜落場時間，希望他日可以執教港隊。